5、4、3，啊！我叫你买回食药，你拢唔听，你敢再出来换烦恼？大汉人咧细汉呢？啊！离戏内底，我是一个高产的角色，什么代志都是我的代志。也不过下班了，对身体健康照顾，我嘛是不落去要搞超烦咯。今摆现代人往往以为生活的忙碌就属于照顾自己还有家人的健康，若是心肝袂痛，都学袂食药啊。要不这款观念千万唔通有哦，才像我隔壁阿兄弟啊。哎呦，我药啊会拢无啊，足无注意啊，明仔载无药啊，让我食，我就赶紧来领药啊好啦。我们什么袂记摕？对，这里厨房签啦。去药房摕药啊，这么重要的物件，千万唔通袂记哩哦。我会记的摕药啊一定都要有药师看，看我个人的药单。妹妹应该是肠胃不舒服，可是该给她吃胃药、胃乳片还是感冒药？小朋友应该吃1颗还是半颗？妈妈，食药啊，唔是干咧食糖啊，想要食几粒就食几粒。为着咱的囡仔好，咱若是阿姨，咱就出来看医生。病若是无开，我们可以找可以信赖的社区药局啊，询问一些有佩戴执照的专业药师，也当互咱一寡更专业的建议哦。欢迎光临社区药局。要找专业且可以信赖的药师做你的家庭药师，为家人的用药安全把关哦。今摆少年人食止痛药啊，袂输敢咱咧食巧克力咧，有愈食愈侪感觉，拢唔知讲这是歹习惯，都参全坏走力小分。好痛哦！先吃个3颗，等一下还要工作。阿姊嘛捌少年过，这种疼真疼，要过为了咱身体好，这止痛药嘛是要依正确的剂量服用哦。是，帮我拿杯咖啡。是，来往去。小等一下，喂，这家药买哪会当配咖啡？这连囡仔拢知那些，敢讲你唔知啊？有害无益哦。来，小陈。是。给温开水来。好。服用止痛药，请要记得5要原则：要知风险，要看标示，要告病况，要遵医嘱，要问专业医师或药师。那还有5不原则呢？服用止痛药，请记得不过量、不喝酒、不并用、不空腹、不乱买，正确用药才有效。生病找医师，用药找药师，为家人用药安全来把关。